親愛的各位，今天我們想要花時間一起尋找隱藏在生命最黑暗時刻中的真正希望。在我們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當健康受損、寶貴關係破裂或未來變得不確定時，我們經常會撞上絕望的巨大的。在聖經列王紀下第5章中，出現了一位亞蘭軍隊的著名元帥乃，他是受君王寵愛的英雄，卻患有無法掩飾的可怕疾病——麻風病。1至6節。麻風病在希伯來語中稱為星號，並非簡單的皮膚病，它是一種使身體不潔淨的災難，導致社會驅逐、與家人分離以及徹底的隔離。星號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講，它象徵着屬靈的污穢、積聚，它切斷了與上帝的關係，使人獨自受苦。乃強大且成功，但在那成功的背後，隱藏着深深的絕望。這個形象與今天的我們非常相似，我們為成功而掙扎，假裝堅強，但在內心深處，罪惡和孤獨正在啃噬着我們。我們獨自掙扎於這個孤單的問題，為什麼偏偏是我與上帝的真正連接斷裂？我們漂泊不定，無法找到真正的平安。然而，在這個絕望的處境中，意想不到的希望出現了。那是一個無名的小小以色列女孩的聲音，她被俘虜後在乃將軍家裡服侍。這個戰俘女孩對乃的妻子說：但願我的主人能去撒瑪利亞那裡神的先知那裡，他一定會被治癒的。這個微小的聲音成了徹底改變乃生命的星號轉折點 Game Changer。先知希伯來語 Nabi 不只是一個預言家，而是傳遞上帝話語的橋樑。星號通過先知以利沙，上帝的恩典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流淌，甚至流向了敵國的將軍。這件事展示了上帝的愛跨越國界，臨到所有的人，並且最終是將在耶穌基督裡完成的救恩的影子。正如那去見了先知並得到醫治一樣，上帝今天也對我們說話，帶着你與神隔絕的生命，帶着你那感官麻木的破碎之心，照你本來的樣子到我這裡來，那時我必醫治你，使你恢復。耶穌為我們獻上自己的身體，在十字架上並復活，徹底且永遠地解決了罪的問題，那個使我們與神斷絕關係並隔離我們生命的問題。他承擔了我們所有破碎的關係、不確定的未來和內心的痛苦，成就了完美的醫治和救贖。如果你現在正遭受生活中的壓力、家庭衝突或健康危機等痛苦，請傾聽耶穌的邀請，他像那個小小的以色列女孩的聲音一樣回響。如果我們敞開心扉，邀請耶穌進入我們生命的中心，我們就會開始從罪的隔離轉向永恆的希望。上帝無條件的愛現在就在等待着你，沒有國界，沒有條件。今天你願意接受那份愛，開始新的生活嗎？